杂音哦。没有呢，怎么会有杂音呢？这个按不下去也奇怪，按到了但是按不下去。这个就是现在手机在直播的这个，按不下去，按了没有反应。
奇怪，怎么会这样？啊，按了没有反应啊？奇怪得很呢，怎么会这样？按不下去啊！左边的左手大拇指在按，按不下去，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呢？按不下去啊！现在按的就是这个手机正在直播的这个，奇怪，怎么按不下去呢？那奇怪得很。这个先关掉，可能那个正在直播没有办法按了。奇怪，按下去都没有办法按了，按了也不会反应啊，奇怪得很。按这么多次了，你看，按这么多次了，也按不下去啊，也不会反应啊，奇怪，可以滑了，你看，可以这样滑动啊。直播那边第一项，你看，手机在直播，第二个那个是电脑荧幕在直播。那时候电脑荧幕在直播，然后手机也在直播。怎么按不下去呢？奇怪了很，怎么会这样呢？按不下去啊！按那么多次了都不会播放啊！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呢？按下去啊，不会播放啊！奇怪了很。
正大国文系有做过空中小姐，后来当教师，人很高哎，有学问又吃素又有修养，又有学问又好看的人才啊！画面上看到付前人，当时的前人是陈春来前人，他现在是做前人了，做前人。你看这个了，左边手机在按的这个，就是用右边的手机在直播的，它按不下去啊，按了也不会播放啊，奇怪的很。啊，怎么会这样呢？按下去了，按下去了，你看，那个是手机在直播，你看，有一只手机。好北来了，再招这个出来了。这个啦，这个才是手机在直播的，你看，有那个是另外一只手机在。有时候有桌上型电脑在直播，然后另外有用手机在直播。那手机在直播的这个画面就是现在左边手机在播放，画面中有出现手机有没有？就是说可以桌面用桌上型电脑往荧幕直播，然后还可以利用手机做直播。你看手机做直播，然后手机直播了，提早把它关起来，然后看看能不能把那个影片的网页拉到那个桌上型电脑直播的画面中。Hello. For today, this你看桌上型电脑直播是用这个 OBS Studio 这个程式啊，要直播的时候要按那个串流，然后来出现一个视窗说要管理直播，按管理直播，
然后上面这边要贴上去名称，然后这个分类这边要去选，很多种可以选，可以选到那个教育啊，然后来这边是不是为儿童打造的？通常都不是啊，上面第一个按下去，然后来按下面这边建立直播有没有？这里边按下去就开始直播了哦。好了好了，感恩了。